根据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所公布的网络自由度的报告，咱台湾这网络自由度是排全世界第7，还阁是亚洲的冠军。也毋过呢，即马线顶的假消息是愈来愈多。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是表示讲，即马民众要安怎认出这消息真的也假的，真做是未来人际沟通也阁有资讯传达的关键。然而，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正在死亡。 朋友是不会眼睁睁看着朋友遭受大规模的死亡的。星期三社群咧传一段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批评美国的影片，唔知民众看到可能会认为是真的。我们希望其他国家都清楚明白，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独立国家。 即马这段画面看到的，则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国庆演说正确的内容。即马假的资讯散播伫网络是真史上的代志。这几冬来，因为 AI 的发展愈来愈普遍，影片内底会当看到连李显龙讲话的声音甲嘴型拢模仿甲足共。有图无一定有真相，即马若有图，回归脉络，第一个以先动咧，莫马上相信，莫马上传互你的朋友，传互你的群主，因啊无愈侪人受害。根据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公布上新的网络自由度报告，咱台湾的网络自由度以79分排全世界第7，阁是亚洲国家的冠军。另外，事实查核单位麦克平也表示，未来 AI 发展的技术会愈来愈好，要辨认正确的资讯甲影片，可能会愈来愈困难，互资讯更较透明化，这是对付假消息上好的办法。都是建议民众，假如说看到一则讯息，无论是它是 哪个单位发的，或是你的亲朋好友发的，或者是政府有关单位发的，无论是谁，就是你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，建议都先做冷确查，就是冷静确认查证。事实查核中心的执行长也表示讲，台湾是一个会当充分表达家己意见的民主国家，要安怎建立人甲人之间的信任，尤其是伫即卖的社会，人人拢有手机啊，健康会当信任的网络环境是真重要的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